景致妹子，哈雷蒙大哥犯了个错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许木，出去玩去啊！我和阿伊夏古里见到了许木的家人。是许木的父母吗？2个女的。那你们？我没说实话，我骗了他们。孩子，把这个呀给你哈吉夏大师送过去。对。走来。好。还给。到处都是。